因为姑娘的芳名，甲在下一位亲情真共款，所以想要请问姑娘是毋是益州的人？是啊。哦，真拄好，我嘛是益州的人。姑娘，益州有一位柳大爹柳仲春，你敢捌哩？伊哪会知影阮阿爹的名？对啊，伊姓萧，而且是益州的人。敢讲伊就是我细汉曾经订过亲的未婚夫。柳姑娘，这个人你敢捌哩？我唔捌。安尼讲，只是共姓而已。少爷，你是咧讲啥物？不，来，姑娘，我敬你一杯。请。请。这个小姐人高风度哈，多谢。唉，也真抱歉，也无爱买淡薄仔受咧，是也真歹势。公主，你哪着遮尔啊客气？其实，人根本就无要爱你啥物礼物。那呢，你是？我爱你对我讲一句真心话。真心话。公主。我心犹如流水面，自然寸无花实言。姑娘素来有远见，何不早嫁好姻缘？自古公主心就醉，问君可晓小风飞？相梦爱暗赞愧，满怀心事靠难开。凤姑娘，你的心意我真感动，也毋过我袂晓接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心早就已经原来你爱的是文玲。而且，你使我太失望。你既然甲对我无情，就莫怪我对你无义。你看，迄两个太人。这是误会啦，这是小波头啦，这是误会啦。严大娘，这个姑娘是什么人？伊是万花楼的歌姬啊，素红姑娘是一个真好的姑娘。若毋是我及时赶到，这个公主早就已经死了。小波头，因这两个哦，上爱安尼动刀动剑，毋捌一天哦无咧互相练剑。哪知影讲今仔日偏偏去互你撞着，毋才引起这个误会。你是讲因一个比武？就是啊，啊无你若毋相信，你应该问看卖呢嘛。
小波头，阮互相常常是伫咧比试，伊是存心伫要试我的反应如何，并毋是真心伫要向我下手啊，小波头。想袂到出来引起就你的误会咯。哦，我甲你讲过无，这都是误会，无毋对嘛。啊，倒好咯好咯，咱拢家己的人嘛，啊若误会讲开就煞。来，我请你来去静听皇帝，请。刀剑无眼，以后你爱小心哦。大龙啊，咱误会就解开啊。当个伫公主吼，嘛袂记你心肝内，啊你何必着哭咧？大爷你等我一下，来去楼下皇帝讲，啊你等我一下，啊我做唔对代志。萧天龙明明伫你的房间伫咧啉烧酒，伊是安怎样哪会去迄个东楼？萧天龙伊是一个捕头，而且伊反应灵敏，只爱甲雪红姐姐伊开迄个门，是伊家己发现，这甲我哪有啥物关系？如花，听文娘安尼讲，这件代志无定着。安怎？你伫咧唔甘心？我免来会退求钱。伊分明是暗中指点萧天龙去迄个东楼的所在救走狄青，又搁甲我假吹硬。我问你，迄一天，狄青互我进咧迄个陷阱下，是毋是你甲伊救走？毋是我，毋是我，你敢强辩？杨大人，这是毋是我？我绝对毋敢安尼做，杨大人。你这个贱人，你毋肯讲实在话，若无我再甲你拍，你绝对袂讲的。杨大人，拍！你唔通袂记，你是伊的杀友仇人，你唔通乱想。我，无如何？等你今仔日是安怎？等斗阵遮久来，敢讲我对你还无够忠心是？那你是安怎？那我是咧甲你讲笑的。你何必都遐尼认真呢？这个贱人，伊的骨头正硬，一点仔实在话，伊都毋肯讲。如何？毋是我咧袒护文娘，照这情形甲看起来。无定着文娘确实是无辜的。伊若照安生讲起啊，
我的小妹雪红，毋是为我失败咯。大人，小姐伊是妇人之仁，每摆要下手的时阵，拢是张毒不管。代志若是搁再安尼继续下去，万一若是去互狄青发现着，后果是会不堪设想。雪红也真无路用，小可一件代志，也甲我办袂好。嘿，大人，是毋是会当将这件代志交互我做？你，听讲狄青武艺高强，力大无穷的。万一你若失败者，代志传扬出去，反而不妙啊！大人，请你放心，狄青是我的师弟，虽然你的功夫真好，相信我也袂输伊偌济只滴。搁再讲，万一若是失手，代志办无成功者，我会负起全部的责任，绝对袂牵连到大人你。哦，哦。哈哈哈哈哈！魏雄，想袂到讲你对我也遐尼忠心嘛。也毋过，大人，为着要避免闲话，代志若是成功了后，我想要结束万华楼，离开这个所在。好，在你离家之时，我就输你白银3万两。3万两，咱若是有这3万两，咱两个就用个远走高飞。也毋过，若是要离开这个万华楼，这个万华楼有今仔日的成就，咱两个嘛费了袂少的心血，即马当然要甲伊结束起来。我实在真唔甘。如法，你会知影，咱开始狄青若是无走，万一消息若是传入南清宫，连孙大人伊就担当袂起，何况是咱两个咧。搁再讲，头一步咱所要做的，是设法将叶鸳鸯夺靠钱，然后才除掉狄青、莲香，还佫有。有文娘，你唔通袂记哩。文娘，你家己留起来，终归尾是一个祸害。尤其是你是伊的元首人，伊敢会放你煞？好，连文娘做伙收治咱调。哎呦呀！文娘，文娘，文娘，你是安怎？大规身拢全伤呢？什么？我不要紧。文娘，你紧甲我讲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免问，这是我家己心甘情愿。总有一天，我要爱你的这个我。文娘，文娘是怎样的？
姐，叶师傅又搁伫咧问讲，结鸳鸯伫咧什么所在？你到底是知影啊，毋知影？我早就讲过，我毋知影。小姐，我总感觉你伫咧贪好狄青。毋准你后白讲。小姐，我伫咧想，结鸳鸯一定伫咧狄青的身上，而且小姐你嘛早就已经知影，只是你毋肯讲出来。小翠，你若搁再安尼后白讲，就毋通怪我将你赶转。小姐，人我是为你好的啊！我知影你的心内伫咧爱狄青，所以。也毋过，小姐，伊爱的是迄个文娘啊！狄青，你真是去爱着阮，也若安尼，昨你明明知影我要气死你，伫咧小埔头的面头前，反倒转来替我讲话。狄青，你到底是啥物居心？是爱我，还是存心要戏弄我？文娘是一个沦落之人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关怀？这是为什么？文娘，你的过去我已经袂记，我敬爱你是现在。你是一个志气坚贞的少女，什么人都跟你不能比啊！文娘是一个残花败柳之士，我无记得你对我这么好。文娘，木体残花。我要帮助你找到你老母的骨灰，而且也要破除万花楼，带你离开这个所在。老李啊，不哩啊悬哦！嘿，我看无法嘞，你较大汉，互你大声扛起哩。无喏，安尼唔对啦。哪会唔对？我较大汉，骹手较笨嘛。哦，你较细汉，较溜咧，哦，就互你去哩。爱我较对哦。对啊。好。
毋对毋对，无规气安尼啦，你屁咧吼，互我加卡啦。安尼阁有理哦。嘿啊，对。哎呀，莫吵啦，人都咧扛袂起你啊！哎呀，你。哎呀，哪有遐尼久还袂起来啦？啊，无起来，佮倒落去。嘿，无啊，生草诶！啊，连你啊想要甲我爬起来，安尼我也煞自在会掉，袂使。无喏，等恁两位兄弟啊，3更半暝，恁伫遮咧共爬围墙啊，若去用热倒菜是要安怎？我再讲恁爬围墙啊是要创啥？啊，都讲个袂用诶，用暗诶啊。用暗的。嘿啦，安尼啦，托阮大哥吼，你是毋互阮入去内面啉酒毋？啊，阮只好就用暗时啊，才甲伊扛过来去，通我啉两杯啊。啊说安尼对啦，安尼就对啊啦。对啦，我是讲两位兄弟吼，若要啉烧酒吼，我带恁来去，带恁来较好的所在，互恁啉一个较爽快的。无喏。哎呦，迄是啥物声音？3更半暝哪有人咧笑？兄弟啊，迄酒楼内面吼，啉酒醉的人足侪，声声拢有这个声。敢安尼是讲看卖咧？来去啦！放我出去啦！我无咸的食啦，放我出去啦！你若死着大爷，我要去南清宫摕着大爷报仇！放我出去啦！我要来叫你。放我出去啦！着大爷，着大爷，你莫哭吼！我送你去南清宫，你莫哭吼！着大爷，这敢是温柔因老母的骨妇？大叔兄，切，你大概想袂到，万华楼的师傅就是你的大叔兄。大叔兄，你哪会在这万华楼咧？我已经叫师傅作出师傅，我什么所在无能去？大叔兄，点你！什么人是你的大叔兄？现在万华楼的秘密，去互你知影。要离开这个所在，除非你是用光的出去。大叔兄，你听我讲。免佮讲啊！若搁再唔下手，你唔通怪我无情。来怪我无情！我并是真是要甲你动手，师弟，我是要试你的功夫，看师傅伊是毋是真受骗心。师弟，伫五味山的时阵，咱同门的孙兄弟，大家拢讲师傅伊上疼你，时常伫咧阮后壁，处处探收你的功夫。但是当时我并无相信，原来一个试你的功夫，果然无对。我才做大事，竟然这么简单，就败在你的手中。你，师弟，咱山顶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敢讲你唔肯原谅我？你真是人情下手。师弟，我求你，我求你放我一条生路，好无？师弟，师弟，我求你，我求你。我求你！
这是你家己自吹死咯，唔通怪我这大师兄无情啊！耶！怎么了？好，真用丢去啊！我娘这个贱人！你讲，你到底清藏伫什么所在？你这是什么时阵失踪的呢？我娘，你看慢在我面头前出现，除了你以外，你还有什么人敢向我暗示？救走狄青？今仔日无离开我的房间一脚步，我哪会叫做狄青呢？你唔知影狄青？也若安尼，你唔就知影莲香的代志咯？是毋是你透露互狄青知影哈？无，我无啊。即马你也唔讲老实话是？无就是无，拍死也是讲我是无。文娘，你敢知影你的个性非常的倔强，偏偏啊，我就是介意你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。文娘，文娘啊！文娘，那你是惊什么啦？子华，你哪来吃？安怎？我袂耐心。杜华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嘛。我甲文娘伫咧遮是。免阁讲，也免暗号，我家己亲目睭有看到。哼！你还阁唔赶紧洗装身？小捕头已经伫咧等你啊！小莲娘，伊哪会过来？我是真惊见到伊。文娘，小童爷，听讲你真无闲，哪有时间通我来呢？你是要赶我走是？我哪会敢呢？我的意思是，文娘，你毋免阁讲落去。你的意思我全部明白。本来我也是无打算要阁再来，只是我看到这个，我才忍不住阁来看。你会认得这项物件吗？
你会认得这项物件袂？这是我甲我的未婚妻订婚的信物。你会甲我讲这项物件，你会认得？文玲，你是安怎想？我感觉我头有啥讲讲，小妹啊，今仔日我人感觉无爽快，我袂用陪你啊。好，安尼我就莫搅了你。你的身体就还保重，在下顾事。我无啥。叶飞扬讲定国主已经失踪啊，也毋过叶宝剑哪还阁伫咧遮咧？狄公主一向是爱这支宝剑，为什么这一摆不明不白离开？狄公主，你究竟是伫咧什么所在？叫我即煞就转来，毋知是死还是活，暗困眠2、3工，搁还袂精神。哎呦，公主啊，你精神哦？哎呦，你是什么人诶？我号做阿杰啦。阿杰啊是什么人？阿杰啦，就是我咧。这是什么所在呢？这就阮兜啦。哎呀，我是伫咧讲的意思是讲，这个所在是我伫咧什么所在？这就阮兜，阮兜就是这嘛。我记得我有受伤的时，哪会来伫这咧？我拄拄才拄着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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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拄拄才
是阮小姐甲你救来的啊。林小姐，阿姐啦，啊？公主精神袂？伊精神啊，小姐。你精神啊？原来是雪龙你来救我。今日是什么人呢？伊是阮娘母的囝啦。嘿，请公主多多指教。公主，叶飞鸿，伊的光标一向拢有抹极独特的，实在是救得真紧，要若无就害了。食药啊吼。啊，对啦，阿姐啦，这样两人，你摕去市面上买一尾新鲜的活鲤鱼倒转来。那买鲤鱼是要创啥哦？买鲤鱼煮汤，通互伫公主食，将迄个毒气逼出来，要若无食药啊嘛是无路用。是安尼哦，安尼我进就来买吼。你进去。将我救啊，实在令人太费事啊娘。也算风闭门锁袂晓因哦，阮母啊父爱阮痛是扣咱心。伊甲阮行中有受刑，哪知我啊也有意爱煞陪亲人。我未甲村里的家民哦，看你喜怒无常来重忧因。你我是友是敌，咱若变真啊，究竟你是来何中人？但愿公主你能原谅我有难言的苦痛。追求我身份是无路用，也你着安心嘛。来用上。哎呀，什么代志？我的宝剑放伫万华楼，一定会放紧的。这口宝剑哪有什么关系啦？这口宝剑并不是平常的宝剑，是阮师父专门伫咧炼丹所用。万一若是落在游飞勇的手中，是要安怎样呢？老实讲，你用着清扫在什么所在？我甲你讲过，毋是我，为什么一定爱侮辱我呢？你唔通讲实在话，关键仔日一定要你气我厉害。雪龙伊失踪啊！这种代志，对，孙大林无伫咧府中啊！我以为雪龙伊是转去府中照顾，也毋过小翠伊甲我讲，雪龙伊根本就无转去府中。照这时间甲算起来，雪龙伊甲狄青，因两个人是同一个时间失踪啊！雪红是毋是惊我阻碍伊，故意将狄公主带走，想要害死伊呢？安尼讲起来，是朔风救走狄青。
既然若甲素红救走的，安尼就无问题咯。玉泉宝剑，文娘，这支宝剑是毋是狄青留落来？是，也毋过你袂应该叮当的。我袂用去叮当。我孝顺这支剑，已经孝顺真久啊。想袂到，今仔日这支剑会落在我的掌中。雪红，素红，雪红，狄青是毋是你救走？无对，是我。你是安怎要救走狄青？狄青是阮大哥要爱的人，敢讲我袂用去带走是？故事。等者，我甲你讲，你免想要对我的口中问出狄青的下落。买你买，我你买啦，来去找咱大哥啦。对啦，大爱来去找咱大爱，讲找就找，即马就来。好啦，稍等下啦。啊，咱狄贤弟伊有孙姑娘伫咧陪伴伊咧，啊，咱恁两个去啊，甲伊交交有啥物意思啦？来啦，坐咧啦，坐咧啦，坐咧啦，来，啉烧酒，啉烧酒。啉就啉啦。头家啊，来一碗活鲤鱼买者好无？你要买鱼仔呀？你若嘛笑过个，你要买鱼仔，去鱼市场买，我才哪有鱼仔通卖你？哎呦，是安尼啦，因为阮公主吼中着毒标，一顿就爱啉鲤鱼汤嘞，迄落毒气才会发出来。啊，到即嘛大口拢无咧卖啊，恁家饲的迄掠一尾捕我敢好？免去免去，人阮家己饲的鱼仔是要互人客来方便的，无咧卖啦。哎呦，啊，阮公主若无啉鲤鱼汤，会死去呢。你这样笑过呢？恁公主死是恁兜的代志，你讲我听要讲啥？来，这互我。好，来，小兄弟来，我问你，你讲什么人着相信？你甲我讲，看是什么人，无一定我会当找到解药，甲伊解救。真的啊，我甲你讲，伊就是阮公主啦，伊号做狄青哦。胡白讲，狄青这阵人好好伫万花楼内面，伊哪有可能去中到毒标？我也无黑白讲啊，是真实的呢。伊若毋是阮小姐甲救倒来，早就死伫咧迄个姓叶的毒标之下。你还佫甲胡白讲？曹子文啊，你讲，你到底是存什么心？无咯，两位兄弟啊，啊都袂见笑，什么人甲你称兄道弟啊？